電車到底能唔能夠入地下停車場？我哋嚟睇官方公布答案。全國最多電車嘅地方，你哋知道響邊度嗎？彈幕上面寫俾我。四大一線城市入邊，深圳到2024年新能源車嘅保有量達到108萬台，佔咗機動車總保有量嘅1/4。為咗規範管理，預防啲新能源車着火，深圳發布咗全國首個新能源汽車地下停放場所消防安全管理規範 DB4403/T509-2024，並將於今年嘅11月1號開始正式實施。新規咧暫時就冇禁止新能源車停到地下車庫，但係咧就明確將新能源車劃分咗充電區域同埋停車區域，而且車位與車位之間應該固定設置高度不低於2米嘅防火牆，能夠有效響一定時間內防止火勢蔓延。充電區域必須要設置響地下-1同埋-2層，唔能夠設置響-4或更低嘅地下停車場。但係呢度咧，佢又冇明確表示-3層能唔能夠充電。大佬啊，你哋做嘢可唔可以嚴謹少少呢？我哋-3啲車又何去何從呢？跟住新能源車響地下車場充電區域內唔能夠使用快充設備，而且充電設備最大嘅輸出功率不能超過30千瓦，只能夠採用細功率非車載嘅充電機，即係話只能夠採用慢充。為咗滿足你哋嘅好奇心，我帶你哋睇下根據新規設計出嚟嘅地下停車場係點樣嘅。跟我嚟，首先咧，呢個車位嘅闊度係5米，深度係6米，佔地就已經去咗30平方，4個車門可以完全打開，比普通嘅標準車位足足大咗1倍，而建築成本就更加高。兩邊設有實心嘅防火牆，前面有電動嘅捲閘門，車位上邊設有煙霧報警，兩邊有自動嘅消防噴淋，仲配有24小時嘅視頻監控。當電車自然着火嘅時候，會觸發煙霧報警，即時就啟動消防噴淋。前邊嘅電動捲閘亦都會自動關閘，最大限度咁樣阻止火勢蔓延，隔絕有毒嘅濃煙。當室內嘅氧氣消耗用盡嘅時候，火勢自然就能夠減弱，能夠對周圍嘅環境同埋其他車輛嘅損失降到最低。咁呢一個響廣州市中心帶獨立產權嘅停車位，你估佢賣幾錢呢？嗱，一台賓士邁巴赫嘅價錢接近人民幣200萬，月租金大概係5000幾。電車佢的確係慳油，但係佢一啲都唔慳錢。呢條片你記得發俾你身邊準備買電車嘅朋友。我就問你一句，車你又買得起啦，車位你買唔買得起先？我大佬搞咁耐，你咪唔閪俾面先。